蛮有信心的。那自己也做了准备，也都做得还蛮彻底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比赛前就有信心能够有击出这一支。这球有了，2000安平飞安打，看到了一个 stop sign，缔造个人生涯的第2000安，恭喜彭政闵。恰霸，恰霸，要证明书。一起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，耽误大家的时间，所以跟爸爸才第2球就出棒。哦，因为也没有看过陈明杰的球，那第1球想看一下，因为今天在赛前有打击会议有稍微谈一下，那这样他的球质还算不错，所以想要第1颗球先看一下，那第2颗球就就可以大概那个 timing 抓到就可以去进攻这样，有了，觉得有机会，那个角度去应该是有机会这样。当然松一口气啊，因为毕竟是一个里程，但是自己在今年的设定上就不只有那3打就结束，因为毕竟后面还有中场这么多场，本来以为上半季就可以达成了。今天卡拉哥一直催我说一定要在今天打出来。没有，我觉得自己还是还蛮有信心的。那自己也做了准备，也都做得还蛮彻底，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比赛前就有信心能够有击出这一支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球迷说？当然谢谢这么多球迷的一个肯定跟鼓励。那一直以来，包括从第1支到2支，相信很多球迷都有见证。那希望接下来有更多的好的表现，或安打、吹打，都希望能够大家一起分享。恰霸从第1场看到2000场，让他颁奖给你的时候，那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有吗？感觉是还好，但最后才要开始，结果他也在那边 give me five， 我觉得我爸太兴奋了，怕他跟大家 give me five 这样拖到大家时间，好像他打拳头，他可能也很兴奋了，所以才忘了这样子。对，一路击掌要下去。对啊。